我兩個女嘅成長嘅黃金時期咁呢啲係過去啦。咁直到我47歲嗰年咧，我覺得時機成熟啦，我又得到我丈夫嘅支持，我就做咗一個直到而家都冇後悔過嘅決定，就係提早退休辭職啦。咁我提早退休之後咧，我就甩難啦，就過咗一段好開心嘅日子，休息咗，可以瞓到自然醒嘅開心日子啦。呢個係打工一族嘅願望，就係瞓到自然醒。咁後來休息咗一陣咧，就覺得誒又好悶咯，生活又嗯又慣咗嗰種經濟獨立嘅自由啦。咁冇做嘢咧就唔一樣啦，就冇咗收入。咁我就開始尋找，開始去認識呢啲網絡營銷嘅呢個行業。咁喺接落嚟嘅6年咧，我辭職咗過後咧，我就有加入參與咗2個唔同嘅平台。雖然話係冇做到達到成功，但係咧我亦都累積咗一啲經驗，點去睇呢啲平台，點去分辨，因為每一個平台都有唔同嘅生意模式，亦都有唔同嘅財務獎勵計劃，所以我就學到點樣去睇呢啲 plan 啦，呢啲 compensation plan。咁就直到2023年咧，我通過我嘅好朋友 Selina， 佢係我識咗好多年嘅朋友，我好信任佢，又好信任佢嘅眼光啦。咁就同喺佢嘅身上知道認識咗 Tree， 但係當時佢同我分享嘅時候咧，Tree 係冇名嘅，仲未有名，仲未有產品，但係因為一個信任，所以我就加入咗。所以直到而家咧2年啦，有冇後悔過咧？梗係冇啦。2年咗之後，我仲喺呢度。咁我喺 Tree 度咧，我睇到啲乜嘢咧？就係佢不單止係一個事業，佢亦都係俾我揾到健康啦。仲有我覺得係一個好簡單嘅跨境電商。我唔需要去賣產品，同我之前嘅平台比較咧，我唔需要去賣產品，我唔需要去等貨，我淨係照顧我自己嘅健康，同埋照顧我家人嘅健康，我就可以好輕鬆嘅咁樣嚟經營我呢個跨境電商。而且 Dr. Dan 咧，我哋嘅科學家，佢開發嘅產品，佢嘅之前嘅經驗，佢識得運用呢個細胞吸收嘅技術，係我非常之仰慕佢嘅。咁佢嘅經驗，佢嘅技術咧，又幫到我哋嘅 Tree 嘅產品咧，係使到我哋嘅 Tree 產品而家係市面上獨一無二嘅。所以我好願意，亦都好有信心嘅去同人分享呢個產品。咁因為我本身咧，我爸爸媽媽都係因為得到癌症而過身嘅，所以 Tree 嘅產品頭先阿 Kina 有講到呢個表觀遺傳學呢個研究咧，對我嚟講係一個天大嘅好消息，而且我相信佢亦都可以帶俾好多人希望。咁 Tree 亦都幫到我達到我要個人成長嘅目標咯。因為喺呢個團隊入邊咧，我睇到好多好優秀嘅領導。可以同呢啲領導人學習 Kina 係其中一位。而且佢哋好願意分享佢哋嘅成功之路，所以唔驚冇嘢學喺呢個團隊入邊，就係怕我哋冇心要學，所以呢個係我好欣賞嘅地方。最後一點咧，就係喺 Tree 就係關於 Tree 嘅財務獎勵計劃，因為我之前有啲經驗啦，所以我就睇到Tree 嘅呢個財務計劃咧係最有效、最快可以賺到錢嘅，同我之前嗰啲嚟比較啦。因為我俾大家一個真實嘅比較咧，就係我響前一個平台咧，當我加入嘅時候，我係一個新人，我等咗6個月，我正賺到我頭一個50蚊嘅美金6個月，但係響 Tree 咧，我用4個禮拜我就賺到我頭一個400蚊嘅美金。4個禮拜400蚊美金，同我前一個平台係6個月，我正賺取到我頭一個50蚊嘅美金，所以我覺得 Tree 係一個好容易嚟經營嘅一個跨境電商。所以總結咧就係、我響 Tree 睇到健康，我揾到健康，睇到個人成長，又賺到錢，最重要。我今日嘅分享就係到呢度。